今啊，这个高雄市长的补选，这个礼拜六8月15就要来投票。清廉的议题将做这2天的焦点。李美珍讲，陈其迈不爱来签反贪腐的设计师，都是因为伊的团队拢捌歪哥捌来卡着备案。陈其迈竞选团队回应讲，国民党即摆是用抹黑造谣要来扭选情。5月1日是来举行着宁静革命的记者会，讲莫阁冤路，选举应该就回到正确的辩论，唔是嘴烂战。市民宣示说，我们未来还是会以清廉为主轴。由国民党秘书长李乾良陪同候选人李美珍伫高雄市的党部开记者会，国民党继续讲反贪腐。民进党执政在这20年来，贪腐腐败的案子，相信大家都清楚一箩筐。陈其迈这边继续扫街拜票，受到风台影响，高雄透早就落大雨，伊临时去靠潭排水沟看风信的准备情形。办公室的发言人讲，国民党要考试别人进前，先家己淡看卖咧。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，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。国民党本身是黑金贪腐集团的大本营，不知道国民党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民众党的候选人王一正讲，高雄人应该选政策，不是嘴唇皮小妹。是支持政策，不是支持政党的候选人，不是这个人，也不是这个政党，是他提出来政策能不能解决。这个是市民要觉醒的吼。回归政策的辩论才是重点，应该团结，不是分裂。